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3只小猫。小猫汤姆。从前有3只小猫，它们的名字叫小米、汤姆和小莫。它们毛茸茸的，活泼可爱，总是在门口翻滚、打闹，甚至能抓到小虫子。有一天，它们的妈妈要招待朋友喝茶，于是把小猫们叫进屋子里说：今天要把你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因为有客人要来哟。于是妈妈开始给小莫洗脸，让它变得亮晶晶的，接着梳理小米的毛，让它看起来整整齐齐的。最后轮到汤姆了，但汤姆却在那里耍赖，不想让妈妈给他穿衣服。妈妈皱着眉头说：汤姆，要乖乖的，不然怎么能穿上漂亮的衣服呢？妈妈给小莫和小米穿上可爱的围裙，然后拿出华丽但不太舒服的衣服，准备给汤姆穿。但是汤姆这只小猫已经长胖了，几颗纽扣啪一声掉了下来。妈妈一边缝纽扣，一边唉声叹气，而汤姆却在那里不停地捣蛋。终于3只小猫都打扮好了，妈妈却把它们赶到花园外，说：你们在这里待着，别弄脏了衣服，我要去做烤吐司了。说完，她就进厨房开始准备好吃的点心了。小猫们却完全不听话。小莫提议：我们去爬岩石墙吧。他们把围裙反穿，兴高采烈地往岩石墙爬去。可是小米不小心踩到自己的围裙，砰的一声摔了下来，脸上全都是绿色的污渍，搞得他哭笑不得。汤姆看到这一幕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却因为穿着裤子走路不方便，也摔了下去，还掉了几颗纽扣，真是尴尬的要命。这时汤姆心里想：我怎么这么不幸，要穿这件超紧的裤子？正当他们爬上岩石墙时，3只鸭子正好经过。鸭先生和他的2位女伴走得可整齐了，发出了啪啪啪、嘎嘎嘎的声音。他们看到小猫们的狼狈样子，惊讶地停下来。2只鸭子捡起了汤姆掉下来的帽子和衣服，哈哈大笑地把它们穿在自己的身上。这一幕简直太搞笑了，小米笑得直打滚，差点又摔下去了。汤姆想爬下来帮忙，但他身上的衣服却一件接着一件一直掉下来，最后竟然连裤子都掉光了。小猫们急得四处乱跑。鸭先生看到这一幕，居然也想穿上汤姆身上掉下来的那些衣服，结果
乱穿一通，把裤子穿在头上，把衣服穿在脚上，还高兴地说：今天天气真好。就在这时，3只小猫的妈妈回到花园，要叫它们回家时，看到3只小猫和3只鸭子闹得不可开交，立刻气得大喊：我的天哪！你们简直是在演闹剧！他把小猫们抓回屋里，发现它们全身都是泥，尤其是汤姆，简直变成了个小泥巴猫。他告诉他的朋友们，小猫们因为太顽皮而跑进了泥坑，其实它们根本是在花园里玩得太开心了。屋子里传来阵阵笑声，反而让茶会变得格外热闹。而那3只鸭子因为衣服太松，最后一个接一个的掉进了池塘。鸭先生也跟着扑通一声下水，开始了新一轮的寻找衣服之旅。小猫们在茶会上享用点心时，3只鸭子摇摇晃晃地走来，穿着它们掉落的衣服，样子滑稽的让人忍不住笑了。汤姆心里暖暖的，他提议：我们一起分享点心吧。于是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分享着美味的饼干和牛奶，笑声回荡在花园中，大家开心地享受着美好的下午茶时光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